好，搞掂離手啊！我爬幾下啊，再嚟，再嚟，一次，今日手痛。係又好，10日、11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第100下啦已經，有啲打斜，有啲坐地。OK， 今日你做150下，仲 OK 啊？一陣間你仲要搏繩啊？